咩问题？教咩波啊？课长，侬课长方面话，汉语面的当中，侬课长方面话，也是波，你波要做5分，要做5分，5分，要做5分。公仔发的四面的饼朝黑罗红的饼，公仔发的四面，的饼朝黑罗红的饼，黑罗红的饼，要做5分，要做5分，公仔发的四面的饼朝黑罗红的饼，要做5分，细心小心。公仔是放着，公仔发的四面的饼，酵母朝黑罗红的饼。因为他们这个犹太人呢，他有时候他不吃这个发酵的饼子，这是防止他们把那个面里的掺酵母，饼就是酵母。要做5分，公仔发的四面的饼朝黑罗红的饼，饼就是酵母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多有唱。背呀哈，背着船长民族都朋友。照当罗马杯，能用紫茶蓉，杯子老钢杯罗杯啊。